我们所有的里长在就现在的一个交维计划，然后打算要处理的部分哈，然后再来做一些相互沟通的部分哈。啊，我一直建议，我做5届一直建议讲，北门路一定爱开通，北门路这条路是要卖啦吼，上重要的。你看即摆无开尔，即摆为着要做铁路地下化。 你看安尼，北门路无开啦，你若北门路也开的时阵，即摆所有的问题嘛会当解决啦。有交维计划，然后说通过了，我们非行不可，就是铁道局讲的，通过了我们就照这样做。啊，不然你问台南市政府啊，台南市政府跟我讲说啊，关的嘛是爱好鬼啊，光上面就是嘛是爱好鬼。啊，我跟他们建议，在还没有一个合理方案之前，你没有公开透明之前，希望撤回交维计划，可是不行。 他说没有办法通过就通过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坐以待毙？你说那个钢便桥不行，我们不是要你一定要做把钢便桥做成河尾路啊，但是你要找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不是我们帮你找啊，我们只是一开始给你建议说这样或许可行，你去评估看看，你评估不行可以好我接受，但是你要找出其他方案给我，要不然就像我们刚局长讲，你把北门路打通了，对不对？ 没有替代方案之前，你去封长荣路地下道，那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我在那边住40年了，可不可行？我们会不知道。才要监测，按你忘刚好你哦，你们应该是长荣地下道已经在漏水，才挖那个深度就在漏水，从开始盖好漏到现在没有停过。台南市政府按那1的以雷赫，按那个水源在哪里？你们竟然都不了解，你得被恶雷，跟我挖下去我会设监测。 啊，海岸路嘛是挖下去再监测啊，监测到最后不行啊，怎么办？我住你边的人边啊，我抓你蛋啊！拜托，你们还没有搞清楚长荣地下道漏水的原因，把它公开之前，长荣地下道拜托不要动。临近的长荣路地下道这临近有2个孔，那在细设阶段呢，它这个临近的地方有做一个孔，所以在这个长荣路地下道的一个周边呢，临近的地方有3个钻孔。 那钻孔我先报告一下地址。那在我们的长荣路地下道的这个附近，这个地下道的附近呢，它主要的地址是粉土子沙，这个有点学术名词。那简单来讲就是沙加上一些粘土，好，所以它是这样土质性质。那它地下水位呢，如果是在用地表面往下看的话，大概5到6公尺这样的水深。那这是目前地质调查知道的地下水位的高深度，还有它的地质状况。那我们在施工的阶段的时候呢，在施工的一开始呢，我们会对我们要开挖之前，会进行建物的一些监测的一个监测点。那对壁体倾斜的观测点，地下水位有水位观测点，对水压有设计水压计。那这个都是在施工在开挖之前。 那它会做这些的监测的一个仪器的布设，那这个之间还有一个弹性，这个就是说，如果我在施工的开始或者在过程当中发现有需要加密观测的频率或者监测的仪器，它都有一个机制会来布设。所以刚刚民众有很关心到说，哎，这个地方水位有没有变化？那这个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水位的观测，那水压的了解。 然后如果说它有变化的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局际或者是一个异常现象的时候，会加密它的观测频率，还有多增加这个监测的仪器。这个攸关于附近整个交通打击的情形，事先资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让大家很清楚你到底要封什么，要封去哪里，该怎么走，让越多人知道，减少。 把民怨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民怨肯定是很多啦，我们在座里长，包括我、陈廷飞委，我都抓了蛋。大家开始封的第1天，我们大家电话就接不完了。但是没办法，这个公共工程肯定是要做的。但是怎么样把民怨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我们铁道局真的必须一定要来做哦。怎么让大家很明显的知道说，我们这边就是要封了，赶快让大家知道，不是大家唔知你等红红的无代志，让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要封了，封了之后该怎么走，让大家去了解清楚，资讯的公开透明，让所有的里长，让所有的民众知道非常非常的重要。
现在因为有接到讯息，8月底可能会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工程而要封长荣地下道，然后来做一个钢便桥的部分。那当然，因为长荣地下道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南来北往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通道，所以大家都是走得非常的习惯，而且这周边的巷道都非常的狭小，所以如果说没有把一些交维计划、一些配套做得更好的话，可能到时候这周边的住户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黑暗期，因为它周边大概都是不到6米的道路，所以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铁道局也好，交通局也好，因为铁道局说他已经有报了交维计划，也通过了。但是我觉得通过的交维计划归一回事，地方的声音还是要兼顾。所以现在5分局也提出了一些比较细项的一些交维建的建议。那我相信我们在下一次的会议当中，我们希望交通局还有北区区公所，还有我们的里长。就停车的问题，因为停车空间还是要先解决，否则我们是旧部落很多的车子停车的空间也会造成未来在交维上的一些这个汉格，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部分都能够事先做安排，然后呢在这个26号下午我们再一次来召开会议，但是我们也要求铁道局为了整个工程可以顺利，为了要让民众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诚意，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解决地方的问题，也希望把资讯公开。不止资讯公开，我们还要透过更多的一些资讯媒体的一个传播，让大家知道未来这一块的交通该怎么去处理，而且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变换道路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铁道局要去做的。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所提出的更完整的交维计划，铁道局都应该在人力上、经费上都要全力协助。